GroupBuyer.com 着數推介，綜合咗多位住客嘅評價，呢間酒店真係有好有唔好，等我同大家分析下。酒店優點，地理位置真係冇得輸，多位住客都大讚酒店就喺地鐵站同高鐵站旁邊，過關超方便，房間新淨乾淨，空間充足，尤其係雙床房夠闊落。設備方面有唔少驚喜，除咗基本健身器材，仲可以手機投屏睇電視。雖然有住客反映成日彈翻出主頁，服務團隊部分員工好友善，會主動介紹附近交通同商場活動，甚至有住客獲免費升級房間。需要改善之處，前台服務明顯有進步空間，有住客反映等咗好耐先做到 check in， 仲試過系統顯示錯誤，搞到清潔姐姐突然開門入房，嚇到半裸嘅住客雲都飛埋。另外有住客訂咗遠景房但見唔到遠景，房間安排有啲混亂。早餐方面評價兩極，有人話食物種類多但唔夠人手服務，亦有人直言質素普通。小貼士，想處分嘅朋友要主動啲，有住客話酒店無主動介紹 World of Hyatt 會員計劃，結果錯失咗處分機會。如果對早餐要求唔高，可以考慮出街食，附近應該有唔少選擇。總體來講，呢間酒店適合重視地理位置同乾淨度嘅旅客，但如果對服務細節要求好高，就可能要考慮下啦。840港元入住日菲酒店，坐落深圳福田 CBD 核心地段嘅廣電金融中心6至9樓，步行5分鐘直達福田高鐵站同地鐵站，去福田口岸過香港車程只需20分鐘，仲有14分鐘高鐵直通西九龍，真正深港無縫連接。房間設備夠晒高科技，免費迷你吧、膠囊咖啡機、智能語音系統、投屏電視、感應智能馬桶，仲有美國百年品牌絲連床墊、影音大床房同行政客房，更配備帶芯風筒，夠晒奢華。24小時健身房器材專業齊全，自助洗衣房集洗衣控乾熨燙於一身。商務人士至啱，大堂環境優雅，可以嘆皮耶咖啡輕食精釀啤酒同法國紅酒。Your Kitchen 提供中西式自助早餐，酒店以待客如有為理念，服務貼心到爆。而家仲有越訂越多折優惠，首訂85折，再訂75折，單單有獎。快啲撳連結拎優惠碼啦！酒店屬海悅集團旗下，國際標準服務，港人最信賴。坐落 CBD 心臟地帶，四周環繞奢華商場同甲級寫字樓，落地玻璃盡覽都市夜景。時尚設計配合優質設施，步行即達大型商場，購物休閒話咁易。越訂越多折活動進行中，即訂先享85折，再訂再享75折，單單有獎。馬上領取優惠碼，越訂越多折。深圳福田 CBD 日菲酒店住宿套餐 ，HYATT 集團，步行約5分鐘到福田地鐵站，交通便捷。深圳 CBD 日菲酒店遠景大床房朝窗，深港樞紐，信達無憂，福田高鐵站14分鐘直達香港西九龍，鄰近皇崗口岸，無縫連接深港，商務休閒街高效便捷。深圳 CBD 日菲酒店遠景豪華雙床房，國際品質，安心之選，海悅旗下品牌，國際標準服務與設施，港人熟悉信賴，品質如一，差旅無憂。深圳 CBD 日菲酒店遠景豪華雙床房。CBD 核心，繁華觸手可及，坐鎮福田 CBD 心臟，奢華商場甲級寫字樓環繞，落地窗盡覽都市璀璨天際線。深圳 CBD 日菲酒店行政雙床房朝窗，摩登設計，活力體驗，時尚設計客房，配備優質健身房，步行即達大型購物中心，盡享購物休閒樂趣。深圳 CBD 日菲酒店健身房，深圳 CBD 日菲酒店咖啡廳，深圳 CBD 日菲酒店洗衣房。按下面訂閱按鈕，追蹤我哋着數優惠，有你哋嘅 like 和訂閱，會鼓勵我哋製作更多內容。即刻上 GroupBuyer.com 啦！